Hello，我叫 Smile，我係微光工作室嘅攝影師。咁我主力咧就係影寵物同埋家庭相片嘅。我嘅優勢咧就係我工作室咧就底片全部都俾翻晒你嘅，即係我影到幾多張啦，就會俾翻晒你。咁正正就係我哋攝影需要嘅，幫你哋創造嘅回憶咯。真實咁樣記錄每一個畫面，將啲畫面用鏡頭影低，無論你10年後或者20年後或者50年後睇翻呢一張相片，都係值得回味嘅。咁其實攝影唔係一張相片咁簡單咯，而係由一張又一張嘅相片組成為一個故事。咁未來呢，咁我都好希望可以將我專業嘅攝影啦，可以幫助多啲流浪貓狗，建立中途攝影，幫助流浪貓狗影多啲靚相，以揾到喜歡佢嘅主人。